大家好，今日咧就再想同大家分享下，響70年代我做咗呢個2集嘅外貿之後咧，今次咧就再講一講咧，響廣州當其時做外貿有幾困難咧，又係冇手機冇網嘅，咁靠人肉傳真咁樣闖呢個廣交會。咁當其時馬雲先生都曾經遵守過響呢個廣交會嘅，咁亦都講一講點樣幫呢個中國製造出海啦。響未講之前咧，希望大家關注我哋咧，點讚我哋將我啲嘢發俾需要嘅人聽。好啦，咁樣我今日講一講當時嘅情形咧。咁因為響70年代咧，我每年咧都要陪我媽媽咧就返廣州嘅，因為當其時咧佢嗰啲親戚全部都響廣州，包括佢啲兄弟姊妹咁樣。咁每年咧我哋都會帶一啲嘢返去啦，因為當其時佢哋就好歡迎我哋嘅，每一年咧都嚟接我哋咧去火車站咁樣。咁70年代嗰個時間咧，廣州咧又正處於呢個改革開放前夕嘅歷史拐點嘅。因為廣州作為咧僅存嘅3座城市中心，未被移動嘅千年古城之一嚟嘅。咁喺呢個環市東路咧，因為響1976年咧建成嘅白雲賓館咧，咁帶動咗整個城市咧就向東擴展咧，成為咧嗰個新商貿區嘅雛形嘅。咁呢個白雲賓館咧就係樓高咧就32層嘅，響1976年咧就竣工，即係完工咧，高咧係114.5米嘅，係當其時咧中國第一座超過100米嘅建築物，咁非常之轟動嘅。咁當其時咧響廣州嘅日常生活咧，略略咧咁因為廣東咧就係一個飲食文化之都，亦都係傳承咗響唐宋之後嘅好多嘢嘅。咁響呢個燒臘鋪咧就其中一種佢哋即係一度傳承受歡迎嘅一種食物。咁當其時咧就好多時都見到排隊嘅景象。咁呢個港式嘅臘味咧自呢個唐宋就流傳到而家啦。咁而至於叉燒燒鵝咧係佢哋加餸嘅一啲生活嘅改善生活嘅象徵嚟嘅。咁當其時咧啲市民咧仲每個月都要分一啲糧票。咁可能後生嗰啲人唔知道咩叫糧票咧，因為以前咧就係要分每一個人要限制可以買嘅份量。咁我亦都試過咧，就因為咧過關我哋帶啲嘢比較多啦，咁樣就俾佢哋即係呢個叫做清關查嘢嗰陣時咧，就耽誤咗少少時間。咁出到嚟咧就冇飯食，就好肚餓。咁呢啲情形咧而家唔會再見㗎啦。咁物質方面咧就每一個家庭咧，當其時冇講廣州啦，香港都唔係個個人都有電視機、雪櫃、冰箱呢啲嘢嘅，呢啲屬於係一啲稀缺嘅產品嚟嘅。咁只係有啲少數極少數嘅先富人家先能夠擁有嘅。咁我哋叫嗰啲車衣機咧，即係嗰啲客縫紉機咧，亦都係一個佢哋嗰啲主婦嘅標配嘅，因為佢哋所有嘅衣物佢哋都會自己去即係有啲爛或者乜都會修補嘅，會要用呢個車衣機嘅。咁如果有摩托車，當其時咧就係一啲財富身份嘅表，即係嗰個象徵嚟嘅。咁而家即係講翻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呢個對外貿易。咁當其時咧，喺廣州咧就有個叫廣交會，喺呢個流化賓館嘅流化展館裏邊，咁亦都係當其時唯一嘅對外窗口嚟嘅。咁喺1978年之後咧，咁呢個外貿呢個經營逐步嗰個權咧就下放。咁廣交會咧就係參展嘅主體由一個單一嘅專業外貿總公司擴展到咧做埋呢個工貿公司啦、生產企業、外資企業同埋咧新興嘅民營企業，實現咗呢個展廳參展主體嘅多元化嘅。加上喺1979年咧就係廣州九龍直通車咧就恢復運行嘅，咁更加咧增加咗個粵港嘅經濟血脈重新咁樣流動啦。咁亦都為咗解緩咧因為嗰個客商嘅激增嘅壓力，咁廣州咧跟住咧就響1983年就係建咗一間叫白天鵝賓館啊。再響1984年咧就再加多一間咧叫中國大酒店。咁呢啲5星級嘅酒店，咁歡迎啲外賓啦。咁亦都就建咗呢啲交通網絡。咁好似呢個廣州嘅火車站南站北站咁樣，咁咧形成咗流化區，就為到核心嘅商業樞紐嘅。咁你可以由呢個1978年咧第43屆呢個廣交會咧，咁就當其時咧只係有17500幾人去參加嘅，即係入場到到1990年咧第68屆咧就增加咗接近3倍嘅啦，就有42236人。
咁就到而家更加唔止啦。咁呢個商品嘅結構咧，就一路增加改變啦。咁初時嘅時間咧，就只係即係展示一啲初級有工業嘅產品，譬如一啲初期嘅農業嘅副產品啦、手工藝嘅產品啦，好似陶瓷呢個絲綢咁樣。咁80年代中期之後咧，咁呢個機電嘅產品就明顯咁樣就提升啦。咁亦都反映咗中國工業化嘅進展嘅加速。咁再加上咧，呢個品牌嘅意識咧，亦都開始萌芽啦。咁企業咧就開始咧就重視嘅設計同埋創新啦。咁好似當其時嘅深圳永豐源呢個瓷器呢啲民營嘅企業咧，就通過呢個廣交會咧，就得到一批訂單。咁逐步咧就成為咧個行業嘅龍頭。咁樣呢啲歷史性嘅意義咧，咁80年代廣交會咧就係中國外貿體制嘅縮影嚟嘅。咁佢打破咗呢個封鎖咧，吸引咗全球嘅客戶同埋商人咧，特別咧就係歐美嘅市場，成為咗出口創匯嘅核心嘅渠道嚟嘅。同時咧，就推動咗廣州城市嘅升級，咁帶動咗呢個酒店啦、交通啦、會展經濟個產業鏈啦有個發展嘅。咁去到成功咁樣，為到1990年代就係進入一個市場化個改革嘅。例如咧就係品牌展區嘅設立咧，咁定定咗一個好堅實嘅基礎嘅。咁咧亦都彰顯咗開放速發展嘅途徑。咁我80年代開始咧就去呢個廣交會，咁就係揾一啲嘢，就想協助佢哋出口咧，即係出海咁樣。咁又發現咗有幾個場景咧，都同大家分享下咧。咁當其時咧，即係呢個廣交會咧就好受國內啲同胞歡迎嘅。咁而好似我嗰個表弟咁咧，佢就好想咧去廣交會度睇嘅，因為見到我每一年都去啦。咁我就有一年咧，我唔記得82定83年咧，咁我就帶佢一齊去啦。點知去到廣交會個門口咧，嗰啲保安就唔俾佢入。咁廣交會咧就係話只係招呼啲外賓嘅，咁唔招呼國內啲同胞。咁當其時咧，我就發覺咧就響廣交會呢個流化展館之前咧，要走一條好長嘅路先可以入去嘅。咁響沿途裏邊咧，我發覺好多識得講外語嘅大學生企喺度咧，就向嗰啲老外，即係佢哋嗰啲外國人咧就打招呼啦，又同話幫佢哋做翻譯咁樣。咁企滿好響兩行嘅。咁希望咧就係揾一啲外快咧一啲錢咁樣，咁做翻譯嘅兼職。當其時咧就巧合咧，我見到個馬雲先生，因為佢生得特別係標緻嘅，咁就認識咗佢。咁因為大家都姓馬咧，咁後來咧我亦都幫助咗佢哋阿里巴巴。咁至於係點咧，將來我響另外一集先再同大家講咧。咁響嗰年響86年定87年左右啦。咁咧我咧就發現咗有一隻化妝品。咁呢個化妝品咧好特別嘅，佢就響明朝嘅咧嗰啲皇宮殿裏邊咧已經開始用噶啦。咁至於點咧，我亦都會將來會再同大家響另外一集度分析一下。咁我就幫佢出海咧，就做外貿嘅。咁記得留意啦，我可能下一集就會同大家講一講，分享下呢嗰個經歷。當其時係有啲咩成功嘅地方，同埋有啲咩失敗嘅。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如果就係留言響個評論區咧，如果你當其時咧亦都有即係穿梭咁樣翻70年代70、80年代有穿梭咁翻國內，咁你會帶啲咩嘢中國嘅產品出海咧咁樣？咁點讚就係最高嘅答案咧。咁下期咧我會分享我自己嘅真實個案俾大家啦。咁回望咧就當其時70年代嘅廣州咧，就好似一個破曉前嘅微光。咁咧喺小立店門前排隊嘅人群，響呢個路上推住一個手推車賣菜嘅農民，咁響呢個珠江河畔就係依稀見到好多談戀愛嘅情侶。咁響白雲賓館嘅頂樓裏邊有個巨型嘅時鐘嘅，呢啲睇上嚟都好似好平凡嘅時光，但係咧就編造咗一個咧古城向現代都市蛻變嘅章程。正係呢啲日常堅定而係微小嘅突破，為咗呢個80年代中國嘅產品出口全球化嘅浪潮之中嘅世界工廠角色咧，又定下咗唔可以代替嘅歷史勢能啦。好啦，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希望大家多啲關注我哋點讚啦，同埋咧訂閱我哋個頻道，好多謝大家，希望下一次見到你哋同埋你哋嘅留言，拜拜。